今日請到健身界科學巨頭 Jeff 老師同大家介紹5個胸部訓練嘅動作。佢嘅準則首先要有足夠嘅拉伸範圍同埋高嘅張力。第二個準則就係安全同埋同肌肉嘅連結感要夠強。第三個準則就係要有漸進式超負荷。佢講過推舉動作基本上用槓鈴或者啞鈴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。第一個 A 級動作平板啞鈴臥推，佢比起槓鈴有更加長嘅拉伸幅度，做嘅時候記得注意呢個頂峰收縮。第二個 A 級動作上斜槓鈴臥推，佢可以上一個大嘅重量，非常適合力量嘅增長。做嘅時候記得30至45度角度做。第三個 A 級動作 Dips， 一個非常之好嘅自重訓練，同時可以刺激到下胸同埋三頭。如果想做多啲下胸嘅話，身體慢慢向前傾，避免用過多嘅前肩。第一個 S 級動作坐姿 K 步飛鳥，全程保持呢個非常之高嘅張力，坐喺度可以提高核心嘅穩定之餘，強化胸肌嘅中縫。最王牌嘅 S 級動作機械推胸，固定嘅軌道設計，安全性非常之高。肌肉嘅拉伸到位，容易漸進式加重，適合長期進步，可以好好控制離心收縮。今日暫時只係講咗其中5個 S 級同埋 A 級嘅動作，有興趣嘅話可以去佢 channel 睇下其他動作。即刻操個胸先，拜。